能否做这3届最尊崇的女君，得靠我们自己。那孩子真是白绝的骨肉。神尊虽然不曾提及，但是看那孩子的长相，任谁都能看得出来。毕竟是自己的骨肉，他怎会这般的无情？我试过那孩子的灵力，平平无奇，许是随了后池，兴许神尊觉得丢人呢。况且什么？况且我数次教训他，神尊都不闻不问的。他心里可还念着上古？经过这100年，后池始终未能觉醒为上古。他可曾跟你提过上古觉醒之事？不曾。他欠了青池宫那么多债，再加上后池那一剑，想必他们之间是彻底断了的。真的断干净了？他再也没有去过青池宫？母神，女儿真的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。神尊不善言辞，但他对那孩子的态度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昭儿，你在神尊旁边伺候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一个尚且对自己骨肉都如此冷情的男人，又怎会一直纵着你？母神放心，当年的婚礼平生事端，如今我与神尊早已心照不宣，他在众仙面前都会给我留3分薄面。看来当年没成的婚事，倒是对你有益。如今，女儿不再如履薄冰，反倒是活得逍遥自在。母神还有什么疑虑，但说无妨。昭儿，经过这100年，你对白绝，或者是那青木，可还有情谊？我与青木今生注定是有缘无分，神尊心里更是没有我。若是还对他们留有情谊，岂不是自取其辱？你能如此想，便好。母神，如今父神原谅了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这3届最尊崇的女君了。能否做这3届最尊崇的女君，得靠我们自己。